大家好，食饱未？老师平安。平安。老师，你后壁听讲你去互破屎哦？毋是为着后壁迄个歹人。迄歹人为着要去即个啦。听讲为着要去即个教堂吼，咱今仔要来讲，遮尔水的教堂是安怎去的吼？是去互破屎安尼吗？对，希望观众朋友还袂食饱的人吼。毋是，我毋是要去迄个教堂，是迄个所在的基督教会。是安尼。伫迄个所在，所以咱爱伫迄个去到所在，因为这是最近才去的，有即间是精彩最近的。为着要讲今仔载吼，我去找这三当前的真正有人去互破屎呢。我想讲即阵的人袂做即种代志吼。结果伊去就去人空冤家吼，伊嘛毋知影啥物代志发生吼，头真正去互砍一个迄个桶啊吼。后来吼，这是2工前的代志呢。阁有一个破屎的吼，因为伊感觉楼骹迄个人吼，迄个啥物店吼，伊无欢喜啦吼，楼骹开店的，伊就真正共破屎，结果迄个人去互罚9000箍哦。所以吼，咱今仔要来讲一个牧师去互破屎，但是伊拢无受气，有厉害无？来吼，无受气了，佮共讲好话呢。你迄若即阵的人就个啥物个去法庭啊，对无？个去互罚钱吼。所以老师特别去庄骹去太阳啊，庄骹翕即个屎桶吗？屎桶较早屎桶是拢用柴做的，因为较早的肥，较早无化学肥嘛，所以你的种稻啊，还是种番薯，你若要大会好，一定爱压肥，压肥叫做大肥，就是讲滴屎滴尿，人的屎人的尿，迄拢是足好诶啦。所以较早有咧讲讲。因一个人足欠甲连屎都毋甘去别位放，按时间弄倒转去因兜，因为伊迄屎会当做肥料啊，吼。厉害。较早人为着要有肥料，较远就爱倒转来厝内放。足欠诶，含这爱欠起来，家己用就对啦吼。因为是足好诶肥料，对。肥水不落外人田，对无？对啊，肥啊，肥水，较早叫做大肥啦。叫做担肥，所以担肥是逐个做事人拢知影诶吼。是，所以咱今仔日要来讲诶即个所要讲在吼。迄个议论就是即摆的点迄个所在。迄阵叫做理论吼，李高雄是安尼遐尔远哦，高雄诶即边啊吼。对，伊是对遐去过。议论，咱看即个地图吼，因为咱即摆所要讲，咱今仔日所要讲诶即个故事是发生伫叫做杜君英。杜君英是一个人诶名，但是伊是住伫遮，后来即个所在地名也叫做杜君英。杜君英伫李秀牧师，咱知影马雅国来以后，第2个来台湾诶牧师叫李秀，咱捌讲过。李秀牧师来台湾以后，伊就住伫李港，叫做阿里港顶悬迄个李港迄个所在。所以李港诶附近，伊拢有传福音。就传伫杜君英诶教，就伫遐就有设立教会。杜君英教会设立以后，附近真侪人。毋过杜君英就是讲内部啦，即摆内部内得电啊，还是讲潮州啦遐附近大部分拢是客家人，就是拢客人。但是伊建立教会是用台湾，就是汉，就是河洛人啦，讲河洛话。到巴克个牧师来台湾以后，伊来伫杜君英诶时，有一届伊就有写，巴克个牧师有写讲，伊来探访即间教会，内底诶人有100几个，住诶人数100几人。
毋过超过一半拢是客家人，就是拢客人讲客话，讲客话伊就听无台湾话所以伊就想要家己去礼拜堂，就伫遐有咧准备要去礼拜堂伫别位，所以就伫后来就伫德典的二轮，二轮遐就甲人买一间厝做教会，代志就发生伫遮。因为1885年7月19二轮的事件，毋过巴克迄个牧师是18去的啊，因为伫二轮迄个所在，迄个教会有足侪人去吵闹，因若要做礼拜，就有人讲古啦，什么讲道啦，甲伊吵，佫有人总是甲伊吵话，袂当做礼拜。知影讲遐个问题，因为因讲恁去礼拜堂，恁做礼拜这个所在是这个地区的灵的暗棍。迄风水啦，风水做好。风水对，风水讲风水，互基督教占去，就这个社就败啦，这个社就准惨的。所以因逐个人都拢反对，就一寡甲阿爸的人就起来化休，然后就足侪人对伊。对伊就一直甲惨就无就派教会呢就派巴克的牧师去处理，巴克的牧师就真正去处理，伊拜六教啦，拜六教伊是讲要安怎处理，就甲伊知影情形以后，第二日是礼拜日，礼拜日巴克的牧师就主持个礼拜。主持咧做礼拜，做礼拜中间就突然间有人讲落啦，讲过啦，就我来啦，我来就有担4桶的肥，就是屎啦，担屎有4桶，8桶啦，4桶8桶，8桶过来，过来因当然因就举迄款长像拄则迄张图片安尼长迄款扬起来样塞起来远安尼破去，安尼破会当破足远啦。所以因就对礼拜堂要破。因巴克咧牧师因内底做礼拜人有20几人，就较紧甲门关咧。门关咧以后，因无久用石头甲伊顶破门就开去啊。门开去以后，因的屎就破去礼拜堂，有出侪话语话破着屎。巴克咧牧师就对内底出来，就徛伫外口甲因讲。即阮即摆教会特别停伫遮今仔日特别停止啊！也未讲话，就伊出来外口，就先煞互人用屎对头个甲淋落啦，对头甲淋落伊就规身躯伊个证件啦，伊身躯个物件拢淡。后来呢，就有人当然就遐会友甲伊带去因兜甲伊。衫裤爱换掉爱洗身躯请伊食饭甲用安尼，然后伊就要离开就是杜军英迄个教会的人有来要甲伊接，因为伊个物件拢还阁放伫杜军英，伊是对杜军英来伫2轮，伊个物件拢放伫杜军英啦。就是讲伊带足侪物件，干那带一束衫用暗要困安尼尔，伊想讲要来遮2日尔，带较少，带较少，伊即摆衫澹去，伊就无衫通换，结果伊就穿来就是困衫啦，伊穿困衫就要离开，安尼伊无穿安尼就无衫，就要离开，毋过到半路，佮互人甲砸了，有2个高强大汉的人甲砸了。继续破屎抢物件，无甲伊抢，甲伊个衫挂破，甲伊放伫内底底下物件，甲伊抢。伊本地目的是要抢迄个地客，就是讲，因刚买厝，毋是有拍客用嘛？伊有迄张，就是要甲抢迄张。伊买厝是合法的即摆人无爱互伊做，伊当然要来吃。后来伊有出个物件拢歹去拢互人摕去后来有报官府佫有领事馆就出面官府就去找甲迄个歹人抓出来然后就处理即件代志。
但伊互抢过物件拢个行伊啊。这就是毋过伊互破，伊互人咧破屎诶时阵，伊讲一句话，即句话是逐个人拢知影诶伊用迄个讲啊，讲真无彩啊，大肥是田园所需要。恁压伫我诶身躯无利益，若压伫田里，伫我会大长。菜啦，伫我会大长，伫我身躯无利益，实在足讨济，恁实在足无彩。因为迄阵诶人是把迄个肥，因为较早诶人是甲肥当做非常宝贵诶物件。是。像我拄则讲诶安尼，要放屎着爱欠咧转去因兜。是，所以真正是无彩但是去互破屎，佫会当想着安尼，佫会当为别人来想，这应该毋是普通人会当做会到诶像比如去互破过垃圾诶物件，咱若行伫路顶，来互人破迄个垃圾诶毋免屎啊，可能迄个垃圾水，咱着感觉做无欢喜诶啊而且听讲迄个巴克利佫徛伫遐互伊破想讲无你要破来破，互伊诶开拢透房安尼。咱即张图后壁还有一张图，咱先煞讲一下台湾拄则迄张啊，花斗第一张，我要讲迄个地理诶位置啊。地理位置，咱知影即张图，还有山地帽、山地门甲马甲其实对直线安尼落来，迄条诶正边，就是山地帽，也是讲马甲啦，遮拢是山顶。山顶内部即边是平地，所以杜群英即个所在，就是已经是平地。毋过马甲山顶诶，伊内底有足侪。真侪山水嘛山水若做风台啦，还是做大水，迄山水就弄来个土石流啦、土石流啦伊就冲落来，冲来有一摆杜群英诶礼拜堂就冲歹去啦，就大水引起，所以应该佢后来就去别位诶教会，杜群英诶较早已经教会已经无去。已经伫别位去啦，伫德典诶所在，就是去即摆咱看迄个图啊，迄个德典长老教会，内部有哪共款有去长老教会拢伫遐去个，拢是对杜群英即个教会出来。好，咱讲。所以就是即本即个教会，即间是长老教会。即间长老教会边仔有起一个纪念毋是巴克勒屎问即个。佫有纪念伊互破屎破屎去互破屎有哪会纪念的对？会纪念，因为这无简单，毋是逐个人拢有诶，那是。巴克勒博士蒙兰诶纪念碑设伫屏东诶德典长老教会边因为当时议论就是伫议论咱讲诶德典即个所在，是然发生诶代志。所以咱知影即件代志，足侪人咧纪念，足侪人知影了解即个代志诶发生，就是足重要诶一个代志。所以咱嘛是看到圣经有讲安尼讲咱爱互人破水吗？应该毋是啊咱来看格林多前书4章12到13节。是。顶悬遐是甲下骹诶汉字是拢同款诶啦你会使看罗马字，会使看汉字劳苦亲手做工，受礼骂就甲伊祝福，受困毒就吞忍，受诽谤就甲人好喙，竟然诚做世间诶本色，万美诶期待，到伫今仔日。讲，这是保罗讲诶，讲做一个基督徒，做一个耶稣跟对耶稣诶人，伊就是爱劳苦，爱亲手做工，无迄个免做工就有人食诶啦，亲手做，互人咧骂，较紧啊，互人咧骂，
爱去甲人祝福，爱安尼做哦，互人礼貌，爱去甲人祝福。受困毒，困毒就互人欺负、迫害，就爱吞忍。受诽谤，互人讲歹话，就甲人好喙。即个所在台语把迄个牧师的即本台语写了足水，就讲互人诽谤就甲人好喙，好喙是啥？较早好喙就讲，佮对人好，就拢无怨言，佮爱佮对人好，对人真好，对人好喙，这是真水的形容。毋过即阵人真少咧讲，这是足可惜哦。所以咱今仔日来看礼貌，咱看来足侪两码字写黄的遐第一抓礼貌，南部人就讲礼貌，北部人就讲礼貌。这个是北部人的讲法，礼貌。圣经内底足侪拢是像北部人讲的口音，目前来讲啦，吞忍。人讲忍耐叫做吞忍，那是台语的语法，所以台语要讲会水，爱去用，莫用中国话直接翻过来。你直接翻过来，你就变忍耐，这变成是忍。你看这个故意下来，我们就忍受，吞忍。忍受你爱写忍受啦。不是安尼讲的，台语是讲吞忍。所以你若讲吞忍，是毋是真？就讲真夹杂，你讲的话是毋是真好听？礼貌就讲骂，被人家骂，互人骂，你敢若讲骂，你不要讲礼貌。对，礼貌。所以咱今仔日来看迄个北部音甲南部音的一寡差别吼。是，就是今仔日台语教授要来讲，南部、北部，这是。无一定是安尼，但是就是大部分是安尼啦。大部分是安尼啊，拢讲西瓜西瓜就是讲瓜还是鸡？你讲瓜还是鸡？就是瓜啦，国语的瓜，你是讲鸡还是瓜？你若是讲鸡，就是北部人。我以前去中部中华的迄阵伫中华大诶时，我嘛是，有人写毋知伊是咧讲鸡还是咧讲鸡？你要食鸡无？你要食鸡无？鸡无？这就是一款啊，你讲鸡南部人讲鸡嘛吼。是。鸡讲鸡讲鸡，北部人讲鸡。所以鸡就是南部的瓜啦，北部的鸡啦。鸡咧，鸡就是北部的瓜啦，南部的鸡啦。好，观众朋友听有啊未？生日，生日是讲啊，生日因是北部人讲生日是南部人讲生日吼。这个礼貌，过来礼貌，礼貌南部讲，礼貌北部讲。观众朋友学会晓啊无？所以咱今仔学足济哦，原来是爱劳苦吼。有个人感觉讲，上个我伫泰国诶时迄路逐下早我若开车去上班就看足济人穿迄个和尚诶衫嘛就伫遐，人就会甲互伊食诶人佫爱跪伫伊诶面头前呢，爱互伊食，伊就会甲因祝福即类诶毋免做工课就通食。来人若甲咱骂诶时偌济人会当祝福人，应该足少人会当祝福诶对无？无简单诶来，佫有一个叫做什么礼貌礼貌是咱佫会当祝福，甲人祝福。是，人甲咱安那会是，咱佫会当吞忍。这个无简单啦迄大部分人可能就是直接甲伊安那剪落啊，文头讲话较紧啊而且佫讲好话哦。咱今仔日讲好话，
台语诶话吼。而且吼，咱做遮尔济代志，迄个牧师马克咧吼，伊做遐尔济，是，那搁互人像世界上诶本色，是，搁互人看做粪扫，因为人用屎甲伊倒吼。啊，其实倒屎是一个有祝福诶代志对无？人讲迄是黄金，而且吼。我搁看有人讲啊，你若望着屎吼，表示有好代志发生吼，有诶黄金吼，你会当捡着黄金诶发财吼。所以吼，其实是以前咧做肥料诶吼，后来去即个要咧甲人做歹代志诶时吼，有着歹人诶时，咱会当安那无受气吼。多谢老师，也多谢观众朋友。多谢观众朋友。是爱会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因为咱拢是会当吞忍诶人，咱拢是有修养诶人吼。好，安尼后礼拜一诶 AM 台湾共款8:10，太高7:10，澳洲即份足寒吼，今仔已经到零下，零下要安怎讲？零下7度，0下7度，嘿，真寒，但是真水吼，欢迎。观众朋友老来遮吼，会当来找我耍。安尼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咱后礼拜再会，平安。是，平安。朋友来啊，多谢明辉，没错。